全畫幅無反相機以其卓越嘅畫質表現著稱，而金環二代 MCUV 濾鏡有99% 以上嘅超高透光率，成為咗延續呢份卓越嘅關鍵。攝影之旅充滿未知，鏡頭難免遭遇意外，金環二代對此早有應對。其鏡片玻璃經過特殊鋼化處理，擁有驚人嘅抗衝擊能力。佢可以承受100克鋼珠由1.2米高度自然跌落嘅猛烈衝擊而唔破損，為你嘅鏡頭築起一道堅不可摧嘅安全屏障，讓你放手大膽咁樣去創作，唔使因為安全問題而綁手綁腳。金屬表面嘅 3D 斜紋處理唔單止提升咗產品嘅美觀度，更加增強咗佢嘅耐用性。金環二代嘅雙面防水鍍膜技術仲具備出色嘅抗油污性能，指紋、油漬一擦乾淨。獨特嘅防霉抗菌設計有效抑制霉菌滋生，即使長時間躋身喺潮濕嘅環境入邊，都無需擔憂鏡片霉變問題。金環二代繼承咗金環 MCUV 抗紫外線嘅強大功能，令你無論係朝頭早或者係夜晚，紫外線嘅影響都會降到最低，令照片更加純淨自然。卡式金環二代，尊貴質感，高強防禦。